持守主所賜的崗位。出埃及記17章8至13節和修本。那時亞瑪力來到利非定，和以色列爭戰。摩西對約書亞說：你為我們選出人來，出去和亞瑪力爭戰。明天我要站在山頂上，手裏拿着神的杖。於是約書亞照着摩西對他所說的話去做，和亞瑪力爭戰。摩西、亞倫和戶珥都上了山頂。摩西何時舉手，以色列就得勝；何時垂手，亞瑪力就得勝。但摩西的雙手沉重，他們就搬一塊石頭來放在他下面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亞倫和戶珥扶着他的手，一個在這邊，一個在那邊，他的手就穩住，直到日落。約書亞用刀打敗了亞瑪力和他的百姓。以色列人同亞瑪力人爭戰，結果以色列人得勝。得勝嘅原因好有趣，據聖經記載，係由於摩西嘅雙手一直舉起，直到日落。摩西唔係鐵人啊，點能夠整天舉起雙手呢？咁就有賴亞倫同埋戶珥嘅巧妙幫助，佢哋又搬石頭，又分別企喺摩西嘅兩邊，齊心協力咁樣扶住摩西嘅雙手，要將佢嘅手穩住，好讓喺山下打仗嘅約書亞能夠得勝。山上山下嘅人都在拼命咁樣持守佢哋嘅崗位，雙手堅持舉起，爭戰堅持奮力。雖然佢哋未必都能夠明白上主點解要用呢一個方法，不過既然吩咐係咁清楚，要做嘅事亦都擺喺眼前，佢哋就竭盡所能，努力持守，全然擺上佢哋嘅智慧同埋能力，去完成從上而嚟嘅指示。結果呢，上主必讓順服嘅人得見佢嘅奇妙，經歷佢嘅大能，分享佢得勝嘅歡樂同埋榮耀。